今仔是报税头一天哦，今年有一寡新的制度，咱请义诊讲互大家来了解。是主播今仔日是5月初1，嘛是报税头一日。今年统计咧有670万户爱申报，不过有5项新制就爱来实行啊。第一就是基本生活费，今年报税咧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咧是调悬到20万2，和前一年19万6比起来是调悬6000块，这是连续2年调悬啊。财政部预估有235万户会当受益，会当减税189亿。第二就是伙食费，财政部提出所得税制优化惠民的措施，这伙食费是免算入去员工的薪水所得，一个人一工是2400，一个人一个月为2400块是调悬到3000块，预估会当减少18亿。第三就是18岁成年报税。咱自2023年开始咧，民法甲成人的年岁为20岁降到18岁。只要是2023年你已经满18岁的，也就是2005年已经出世的少年人咧，今年都会当向申报抚养，或者是家己来单独报税。啊，若准讲你是伫咧去年2023年都已经满19岁的，也就是2004年出世的。除非你要搁咧读册，也是讲有身心障碍，或者是无能力趁食的，才会使向申报抚养。若无咧，你就爱有所得的，就爱报税，袂使向申报抚养啊。搁来第四，就是咱自2016年开始咧实施房地合一的扣税新制。毋过你若是要卖讲这，你伫咧2016年正正得到的房地产咧，你就爱用旧制扣财产交易所得税5月爱报税。毋过要注意，根据财政部年度的交易计算标准咧，是放定旧制扣税好业厝的定义，等于讲用旧制交易算入去好业厝的范围会变大，税会互扣较重。第五，上尾一点是今年头一届申报的，毋通漏交去啊。针对一寡受控外国公司 CFC， 也就是讲你伫海外一寡扣税扣较少的国家，你若投资超过50%的。50%以上的咧，你就爱来扣税啊！超过50%以上的，不管公司敢有分配红利，个人拢爱计算 CFC 的盈利所得来报税，代表未来咧超工设立 CFC 逃走税手路是袂当搁行。以上就是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咱个时间交转去互主播。